台语真连长，愈讲愈连长。大家好，关点。大家我小杰。咱顶头咧介绍农业知识的时候，咱趁伫咧白路的时阵，咱就介绍到文旦。咱迄个时讲吼，文旦伊是柚仔的一种，柚仔伊嘛是算伫咧柑橘类的分类内底。伫生物学来方面来讲啦，自10月开始，就有足侪柑橘类的果子煞咧大出，所以咱即摆就要开始来介绍柑橘类的这果子伊的特性，还佫有伊的种类是有几种。讲到咱时常在食这个柑橘类吼，头先要来介绍的就是碰柑。碰柑吼，伊有足丰富的维他命 C， 啊有足侪矿物质，啊佫有植物纤维。伊的产期吼足长的哦，伊为差不多10月的时阵啊，就开始出迄款青皮的碰柑。这款果子吼，伊的果子成熟的时阵，伊的外皮会是啊青青，伊的滋味是较酸味啊迄款的。刷落来就是11月中下旬的时阵啊，伊的果子成熟的时阵，就变做是柑仔色啊蓝一寡黄色。这时阵吼，伊酸味的滋味就会较拄啊好安尼。啊，拣碰柑哦，其实嘛有撇步。啊，你拣碰柑的时阵，你就爱注意看吼，伊看起来敢有圆，啊敢有完整。啊，上重要就是讲吼，伊的蒂头就爱较细，就是顶头迄个蒂头有无？伊毋是挽起来时阵有一点伫顶管。是。啊，佫有另外一个是伊下骹敢有小可拿落去，伊的表面爱经过色泽爱焦混，啊无喷点。而且佫有一个最重要就是讲吼，伊刻起来敢有叮当的感觉。讲到这碰柑吼，无论你是对伊的名落去做理解，还是你观察伊的特点，你拢会发现哦，伊的蒂头的四周围啊有小可泡泡，而且吼伊的果子皮甲伊的果子肉是较分离的迄款，所以伊就足好买。你若是吼你食柑仔的时阵吼，无想要把甲规支手拢是食，你就会使拣这款碰柑，你就要拢是。甜安尼。再来吼，咱要对一寡较时尚的柑仔，拣一项来介绍。第一个汤柑。汤柑这个物件吼，因为咱较早这款柑仔伊会用木桶落去运送，所以吼，咱较会家号做汤柑。另外一方面吼，因为汤柑伊的产季吼，伊是1月到2月下旬，迄个时阵拄好吼，伊就是农历过年的时间，所以吼，伊较会红叫做年柑。讲到这汤柑吼，伊甲别个柑仔较无共款，伊较适用迄款较冷清、较凉迄款气候，啊，就伫咧台中啊、苗栗啊，啊，佫有新竹这所在种较济。伊共款嘛有足丰富的维他命 C， 啊有足侪矿物质，佫有植物纤维。啊，伊要安怎种咧？种这个汤柑吼，你嘛是爱拣迄款较圆的、圆球形的，外皮迄个油包爱较油的。啊，伊的色泽吼，就迄款柑仔色染一寡黄色。啊，你莫看这汤柑，伊的外形可能看起来是较中细型的，就是较细粒一寡。不过你嘛是爱拣迄款较重的来食，迄款水分才会够。啊，讲到表皮吼，较筋骨的一寡柑仔，譬如讲吼，咱时常看到木果柑，木果柑吼，伊个互叫做蜜柑，伊的外形看起来就较扁、较细粒，扁圆形的一个柑仔。嘛，因为木果柑吼，伊的皮较肉，还有较黏做伙，所以你咧掰开食的时阵，你较侪时间，你有当时吼较爱有耐心的啊。不过吼，虽然讲伊较歹掰，也毋过有另外一寡食法，譬如讲吼，你当用切的，啊无你甲加做食。加做食嘛是爱掰皮。这木果柑吼，伊有足丰富的维生素 A、维生素 C 甲维生素 E， 啊，佫有上重要的植物纤维。啊，你若是要拣这木果柑的时阵啊，你就爱去拣迄款伊的皮吼较晚黄色的，看起来金金的迄款。啊，你迄果子肉扽伫咧手内底啊，爱有板甜 QQ 的感觉。啊，迄外表袂使撩撩球水，啊，迄蒂头嘛袂使落来，安尼这是一定伊的木果柑。啊，除了碰柑、木果柑甲汤柑，咱再来讲另外一个较特殊的，咱平常时讲叫伊豆仔柑。豆仔像安尼啦，豆仔安尼啦。安尼去用黄标无？应该是袂啦，看农业部没有咱。又个叫做仔丁，啊，那华语吼，咱叫做脐橙。这是因为吼，伊的顶部有生一粒物件叫做副果，啊，这个副果吼，若照伊的品种无共，伊有无共的特点，有闭开的，有的是剥出来。敢若盐水共款，所以吼，伊这特点看起来只像人的豆仔，所以伊较号做是豆仔柑。其实这个豆仔柑吼，伊佫有一个特性，就是伊无籽。哦，无籽。嘿，这就较方便嘛，对吧？而且伊的果子肉吼是较软软的，啊，佫香、佫厚汁、佫油，所以咧，伊就有甜柑内底的贵族这个称呼。我嘴暖拢开始咧流，芳甜安尼。啊，伊伫咧倒有出产咧，伫咧台东的新港甲东河，迄是较主要的产地。啊，其实伫咧花莲的水尾啊，还是讲南投的水里啊，啊，佫有台中的东势遮的所在，其实嘛有豆仔柑的分料。所以咧，这豆仔柑啊，因为伊这个特殊的外形，你大家若想要试看嘛，你都爱量早去落订，因为这个豆仔柑吼足受欢迎的，一下都卖完啦。迄时阵吼，迄果子农伊的订单是一张接一张，安尼一直来。
啊，定定来用就安尼扫了安尼。啊，所以咱今仔日介绍到这树上的柑橘类的果子吼，其实吼伊佫有做幼路的分类，譬如讲吼，像咧沙糖柑，沙糖柑个人叫做十味柑，啊，佫有柳丁啊、芳丁啊，即嘛拢是柑橘类内底的水果。那观众朋友吼，你佫有想到一寡吼柑橘类的知识，还是佫有阮无讲到的柑橘类的果子，你得当留的甲阮分享。安尼，下一次时间继续收看《大一纪念档》，拜拜。